再来看前立委颜宽恒，在2022年参加立委补选的时，红标出讲伊的厝地切占国土的争议，所以后来伊甲厝卖掉了，也毋过嘛，互发现讲是假买卖，佮牵涉着用人头虚报助理费。台中地检署长侦查总结以贪污罪、伪造文书、切占等罪嫌提起公诉。颜家嘛一口呛讲哦，这根本就是政治办案，目的就是要影响立委的选举。也毋过法务部佮地检署是拢强调讲，因是看证据办案。国民党前立委颜宽恒因为刷6号体涉嫌切占国土，甲专卖是疑似假买卖伪造文书，3月底互台中检调约谈，信后颜宽恒含签手单内容交报候团。检方进一步发现，颜宽恒佫涉嫌聘营造公司姓林的负责人做立委工会助理来诈领助理费。专案伫2月结束前早，以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伪造文书、切占罪嫌提起公诉。严庆被告、林庆被告系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第5条第1项第2款之利用职务上之机会诈取财物罪，刑法第214条之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以及刑法第320条第2项之窃占罪。检方表示，伫咧调查相关小铺的时，发现颜宽恒伫咧做立委的期间，以人头助理向立法院诈领助理薪水和年尾奖金计共108万块，用来支出颜宽恒的进口车、主体的水电、保全、使用人的薪水等开销。目前当咧参与大甲马料警的颜宽恒，无愿意对外发言，干那透过简单的声明，强调绝对无犯罪，一切拢是政治咧操作司法，要影响伊个人立委的选情。伊的老爸颜清标27早起也化冤枉，强调颜宽恒为民服务是看会到的，只是因为要参选，所以受到政治力插手。咱乡亲呢，也会使讲呢，看会出讲伊是真真正正咧对待是是安尼为着伊要选举，要来甲伊用无即个党府。除了颜宽恒，伊的牵手单内容也以伪造文书罪嫌起诉。那伊的小弟颜仁贤是因为台中南屯交泰所涉嫌切占公有地，以切占罪嫌起诉。法务部长蔡清祥反驳政治办案，强调单纯是以法律的角度甲证据来起诉。检察官在办理任何的案件，都是纯粹从法律的角度，还有证据的考量，绝对不会有其他的因素。台中地检署表示，颜家的金流和诈领立法院工会助理费，拢是查考电脑内底的类小所查出来的。因为证据齐全，所以起诉。选前对陆续接到检举展开调查，甲选举无关系。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再来看。